好啦，個人人生商業模式嘅規劃啊。咁呢個咧係即係由嗰個美國嗰個business model U 啦，就演變出嚟嘅。咁咧喺呢個 business model 裏面咧，佢有分9個板塊。咁但係我咧就後尾咧就再覺得咧應該要加翻咧另外 Porter 嘅 Five Forces 啦，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McKinsey 嘅7S 啦，另外再加上咧就係 Marketing 嘅7個 B， 咁咧嚟去令到我哋嗰個考慮嘅資料咧會比較再多一啲添。嗱，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咧，如果你去睇嘅時候咧，嗰個關鍵嘅夥伴、關鍵嘅活動同埋關鍵嘅資源咧，呢個係第一個關鍵嘅板塊。咁你要知道咗呢個關鍵嘅板塊，你先即係你做嗰個行業有咩必須要嘅人脈啊、技能啊或者一啲咧活動嘅指標啊咁樣。咁另外咧，價值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當你經營呢個生意嘅時候啦，你有咩理念？嗱，如果喺 NLP 裏面咧，我哋會價值之前咧，我哋有啲信念嘅就係話咧，成個咧叫 belief value 同埋 rules， 就係話咧，我哋有一個信念，例如好嘅品質，確保我哋咧長遠嘅生存。咁你有呢個信念咧，於是乎咧，你嘅價值係咩咧？就係你會確保你嗰個企業咧嗰啲生產嘅品質啦，同埋誠信啦，各方面嘢咧係做到最好嘅。咁好啦，另外咧下邊嗰兩個咧，一個就成本結構，另外一個就收入來源。咁呢兩個都好重要，因為錢嚟噶嘛。你如果個生意裏面係冇，即係你唔清楚嗰個成本結構嘅，或者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啦，呢個會令到你咧嗰個生意咧，或者你未來嘅規劃咧係會有偏差啦。咁好啦，另外一邊咧就係客戶嘅關係，仲有咧客戶嘅細分。嗱，呢個咧亦都好重要，因為你唔知道你嘅客戶群嗰個 profile 啦，你就唔知道你啲錢點嚟，或者你要生產嘅產品滿足啲咩人。咁另外咧就市場特色啦，裡面咧就 marketing 嗰7個 P 啦，就係產品、價、定價同埋呢個銷售渠道。仲有咧就係嗰個宣傳啦。咁呢啲咧我哋而家就可能清一色咧都係會用咗好多電子網絡嘅宣傳渠道啦。咁呢啲咧對我哋嗰個影響咧，就諗喂，係人都識做呢樣嘢，咁你點樣可以能夠突破咧？個個人都用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紅書、抖音，咁你點樣可以即係突破到呢個困境？即係人都做呢樣嘢，你點樣突出自己咧？咁好啦，喺marketing 嗰7個 P 裏面咧，仲有3個咧就係 people 人，同埋咧係呢個physical evidence， 即係話咧，
譬如你使用咗個服務之後咧，嗰個客人心裏面會感覺到解決咗咩問題，或者得到邊方面嘅滿足啦。咁仲有啦，成個銷售過程裏面啦，你會提供一個乜嘢嘅過程，去令到個客人咧，即係覺得咧享用呢個服務咧好正嘅咁另外啦，呢啲咧都係好微觀下嘅東西啦，而比較宏觀啲咧，就係我哋去引入咧，就話嗱，同樣地，我哋做生意，如果我哋嗰個規劃係喺香港，或者調翻轉，我哋去美國、加拿大，其實就算你去美國或者加拿大啦，任何一個北美洲嘅城市咧，個個特色都會唔同。舉個例，加拿大，你溫哥華同埋多倫多同埋卡加里又或者咧即係沙省嗰啲，咁佢唔同嘅城市咧，佢嗰個嘅社會結構嘅嗰個法律、經濟、政治同埋科技嘅發展啦，會好唔同啊。咁而呢啲因素咧，正正就係對我哋咧有好大嘅限制同影響，因為呢個係一個算係中環境同大環境。嗱，我哋而家喺香港，我哋背靠祖國，咁所以咧，當你考慮咧，譬如話而家個社會結構，咁個社會結構咧就相對地穩定啦。自從有咗國安法之後，有好多驚，即係喺2019到2023年參與咗啲社會運動嘅人，驚恐防啦，自己會俾人清算咁結果咧就即係走咗去攞呢個BNO 就掟咗去英國啦。亦都咧就有啲咧就去參與咗啦，譬如類似加拿大嘅一啲救生艇嘅計劃啦咁。其實咧好多人咧會因為咁嘅決定啦，會傾家蕩產，或者令到佢哋嗰個家庭嘅結構咧係產生好大衝擊。咁我哋聽到初期BNO 啦，佢哋咧有啲咧有個單身嘅唔知雙學士嘅女仔喺用光晒自己嘅積蓄之後咧，終歸咧喺英國咧揾唔到工咁餓死咗喺自己嗰個租住嗰個單位裡面啦。咁呢啲亦都係好悲哀嘅事啦。亦都有好多咧本身喺香港帶住一啲高薪厚職嘅專業，但係當佢哋去到英國嘅時候咧，發覺英國嘅環境同佢喺香港生活嗰個認知咧係完全第二樣嘢嚟嘅。咁例如譬如英國啦，氣候上面冰天雪地啦，子女受教育咧要由頭適應過一個全英文嘅課程啦。另外揾工上面啦，喺外國咧好得意嘅咧就係高不成低不就，高級嘅工作咧講得唔好聽咧，永遠唔到我哋華人做嘅，因為嗰啲只會係俾一啲即係 Anglo-Saxons 或者係我哋即係講啲白人啦有啲地方好似譬如美國德州呢啲比較種族歧視嚴重啲咁咪即係會呢方面明顯啲咯。但係如果譬如加拿大嘅多元種族咧，就會好少少，但係都唔見得即係好得去邊咁好啦。
我哋去考慮咗Porter 嗰5個因素咧，我哋就去諗下，我而家如果個年齡係20歲，啱啱大學畢業，或者我係高中生，或者我而家咧已經係25歲到30歲，啱啱出嚟社會咧，做咗10年嘢，有少量嘅積蓄，咁咧我可以對未來嘅生活咧有咩規劃？咁例如你如果30歲，你想轉跑道，由一個行業轉第二個行業咧，得唔得咧？係得嘅，但係咧你要可能由頭學過晒一啲 skill set 啦，一啲新嘅知識啦。咁呢啲都係咧喺你考慮嗰個規劃裡面啦嘅其中5樣你要諗埋嘅嘢。咁例如即係政治同埋法律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政治就特別弱啲啲啊嘛。咁但係我哋都不幸地咧經歷咗19年嘅嗰個社會運動啦，變咗啦。如果我哋喺香港即係而家突然間想轉型啦，咁我哋咧要考慮嘅嘢咧就好多。嗱，今年係一個好特別嘅拐角年啊，即係因為咧特朗普再上場，即係變咗咧特朗普2.0嘅任期，但係咧佢咧就特別喺政治上面啦，係要將打壓中國成為佢嘅一個國策。咁同埋咧，另外咧，似乎佢嗰個經濟貿易嘅策略啦，係採取一個咧人為嘅壟斷，咁嚟去逼殺咧就歐洲同埋咧其他嘅澳洲啊、紐西蘭呢啲細小啲嘅白人國家啦嘅即係呢啲國家咧喺經濟上面咧係受控於佢，咁而咧從而咧美國就可以耗呢啲地方嘅羊毛啦。咁但係最驚訝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中國咧係1毫子醬都唔賣，就係話你要戰奉陪到底，你要傾大門敞開。咁呢啲咧都係我哋中國嘅態度，同埋咧最緊要就係話特朗普1.0同2.0嘅分別咧，就係1.0嘅時候咧，我哋仲係未有啲好大嘅殺手鐧咧，可以反制翻美國。但係如果你有留意咧，今年即係年初嘅時候咧，特朗普正式上任，咁咧我哋開始咧就喺稀土嘅供應上面啦，我哋卡脖子啦，就將西方嘅公司咧，特別啲科技巨頭咧，就卡住佢。咁同樣地啦，芯片即係好似英偉達啊，或者呢啲荷蘭即係嗰個 ASM 咧，佢哋嗰個芯片咧，佢哋調翻轉頭想卡我哋，但係我哋中國亦都唔係食素啊嘛。咁所以咧雖然咧所謂龍芯呢一隻我哋中國自己研發嘅芯片啦，嗰個設計嘅婆婆咧，就雖然已經走咗，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中國咧係以1000萬人或者100萬人做單位嘅科技強國。咁我哋無論咧呢啲即係嘅科技人才咧，無論喺民用、商用或者係軍事，都係咧喺科技同埋唔同嘅領域裏面咧，係帶出一個好巨大嘅
嘅衝擊。咁最明顯啦，本來今年 AI 美國係即係以為咧佢哋自己個 ChatGPT 或者係 Grok 即係 Grok 就係Elon Musk 啦嘅公司發展出嚟嘅一個 AI 軟件啦。咁另外仲有 Google 自己嘅軟件啦，仲有 Meta 豪擲咗100萬年薪一個人，就請咗咧5個華人咧去入咗佢 Meta 裏面啦，去幫佢發展 AI。咁但係不約而同啦，美國喺 AI 嘅發展咧係用英偉達嘅晶片咧去堆砌嗰個計算力，所以佢嗰個運算咧需要用好大量嘅電，同埋咧虛耗咧好多嘅資源。但係調翻轉，我哋中國咧嘅 DeepSeek 啦係冇用到咁多芯片，而我哋喺嗰個 AI 嘅架構上面咧，我哋係用較少嘅芯片做到同美國嘅用堆砌芯片嘅方法咧一樣效果嘅芯片嘅。所以喺呢啲科技上面啦，我哋中國人咧係一巴一巴咁樣咧，係對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咧係進行打臉嘅。咁所以呢度睇得到啦，即係如果你去考慮 Porter 嗰5個力嘅時候咧，嗱社會上面咧，其中有啲現象咧係好緊要嘅，例如人口老化、出生率降低呢兩樣嘢咧，就已經大大導致到啦。譬如話我哋香港啦，好多學校咧，尤其是嗰啲唔係教會資助，年資可能係50年或以下嗰啲咧，好容易咧就會因為收生不足咧就被殺校啦。咁如果大家譬如同樣係聖公會或者係浸信會或者係中華傳道會咁嘅學校啦，佢有機會咧就喺策略性上面咧將2-3間學校咧合二為一或者合3為一，咁嚟咧大家咧去即係共享資源，諸如此類呢啲。咁但係呢啲咁嘅社會結構，人口老化咗，代表住咩啊？代表住咧需求對福利嘅要求、醫療嘅需求大大咁增加啦。仲有老人家老咗退休冇工作，嗰個納稅嘅量咧就跌咗落去中產同埋咧中年人嘅身上面。咁呢啲咧都係一個好明，即係對個社會結構咧有好大嘅影響。咁再加上咧貿易戰咧係令到經濟係嗰個環境啦係大大咁衰退。即係你見好多數據咧做到好有聲有色咁，咁但係喂有幾個數據，例如美國發行國債如果冇記錯38萬億嘅國債去咗上限，咁到今時今日為止咧，美國咧係冇錢，因為已經碰咗個上限，所以佢冇錢再去出糧住，於是乎咧成個政府停擺咗30幾日。咁呢啲對於一個國家嚟講啦，可以話近乎咧係冇可能發生嘅事件嚟嘅。即係起碼一樣嘢，我哋中國政府唔會發生啲咁嘅蠢事啦。即係你只有譬如話文革嘅時候，即係左派同右派死鬥爛鬥，咁鬥到咧好多地方民不聊生，或者政策錯誤，去搞咩人民公社啊，食大鑊飯啊。咁
睇到個結果啊，咁你嗰陣時都係會話啊，有啲嘢即係國家安排做又36，唔做又36，咁啊梗係唔做啦。做咗都係得個36，咁我做咩咁勤力要花力氣啊？我就咁坐喺度齋鬥36咪好咯。即係當時嘅係36蚊一個月人工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咧，我哋都睇到咧，就話透過 Porter 嗰五個力咧，我哋睇到個大環境。嗱，如果我哋將呢個波特嗰5力咧套咗落去中國大陸裏面，我哋發覺咧科技同埋咧經濟同埋咧社會結構同埋政治上面咧，我哋都係有一定優勢。嗱，中國大陸有冇人口老化？有。醫療需求有，福利要求有冇增加？有。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個經濟強勁，我哋嘅政治結構穩定，我哋中國裏面嘅科技發展，即係完全係已經做到咧超英趕美。咁所以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發覺咧，即係東升西降啦，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同埋假以時日咧，再過5年10年啦，除非有重大嘅事故產生，即係例如一啲政治嘅事件，即係或者係阿習老闆退休，跟住咧唔知換咗個軍三代，或者係官三代，咁啊佢哋又重演翻當年阿習老闆同阿薄先生即係嗰種權鬥咧，咁而引致到其中咧即係有任何嘅政治嘅動盪咧，咁呢啲當然就係即係我哋係即係想像唔到啦。咁但係以中國而家嘅做法咧，每5年一個咩中全會，跟住5年計劃，每年咧都會檢討翻咧嗰啲計劃嘅進度。就算你上面換咗阿習大大退休，換咗第二個阿陳大大、阿梁大大、阿黃大大，咁但係都唔會影響咗嗰個5年嘅政策。只不過咧就話大家喺執行上面咧，就即係可能會有唔同嘅人啦個做法。但係而家我哋睇得到啦，自從朱鎔基之後咧，中國嗰個經濟已經做到咧就係呢個縮槍，就呢個咧去整肅呢個咧貪污嚇。咁當年如果記得嘅話咧，朱鎔基朱老總咧就話我買咗100口棺材喺度啦。咁99口咧就預咗俾貪官，第100口咧棺材咧就我自己用嘅我預咗會俾人搞掂噶啦。咁當時咧阿朱老闆就有一個咁嘅破釜沉舟嘅心啦。但係即係就算嚟到即係今日阿習大大已經第3個任期，如果冇記錯。咁同埋阿習大大都已經年紀開始大啦，佢可能喺做埋今次嘅任期咧，佢都會退落嚟啦。咁但係呢啲咧都唔會影響咗中國嘅整體國策。咁而且好多方面嘅嘢咧已經有既定嘅方針啦，所以令到咧中國係相對地可以穩步上揚咁嘅發展。咁有咗咁嘅環境咧，於是乎我哋去比較唔同嘅地方，我哋用呢個波特5力嘅模型啦，我哋去比較中國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即係如果喺東亞地區啊，咁另外台灣啦、日本啦、韓國啦，咁仲有喎，因為其實呢5個力咧，我哋去比較2個唔同城市，例如北京同上海，我哋一樣係會喺呢5個力裏面咧，係會有唔同嘅 profile 嘅。咁咧，即係最簡單啦，譬如話加拿大咁樣，咁1997年嘅時候咧，當時咧我就選擇咗翻去加拿大咧，希望尋找機會啦。結果97年嘅時候咧，香港回歸啊嘛，咁一去到加拿大，發覺哇，加拿大嘅環境完全唔係我想象嘅。嗱，溫哥華咧係一個成個市都係華人，當時其中有1-2任咧係由以前嘉華銀行臨時嘅族人咧係做呢個溫哥華嘅卑斯市嘅市長啊定咩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去到 Toronto 啦、多倫多啦，多倫多因為本身係比較大啲同埋多元化嘅城市，所以咧喺嗰個經濟嘅氣候啊幾方面啦，多倫多會有更加大嘅機會。但係咧，你喺冬天嘅時候咧，多倫多咧就會變得冰天雪地，寸步難行。調翻轉，你喺溫哥華咧，四季如春，就算落雨落到春雨綿綿、濕滴滴都好啦，即係最多係即係好厭惡咁，有啲即係污糟糟嘅泥扮啦，咁但係都唔會太大嘅影響啊。咁但係調翻轉，多倫多科技啊、經濟金融啊各方面嘅咧，亦都會調翻轉比溫哥華嘅，即係卑斯省嘅溫哥華咧係先進㗎。咁而調翻轉美國啦，你如果睇翻一左一右啦，譬如紐約同埋加州啦，一個喺東岸，一個喺西岸，佢哋各自嗰個結構都會唔同。所以當我哋去考慮下我哋嗰個生涯規劃嘅時候咧，其中呢5個力嘅考慮咧，係可以幫我哋咧去做一定嘅資料搜集。同埋而家我哋去做呢啲資料搜集咧，有啲時候咧係比較容易咗㗎，因為原來咧我哋一撳個 DeepSeek 出嚟，跟住咧就話俾佢聽，嗱，我咧就58歲，我係一個即係教育工作者。咁咧咁舊年咧我就即係受咗一啲意外，咁結果咧就住咗醫院，住咗成年。好啦，咁於是乎，如果我而家重新根據我自己嘅經驗同埋學歷同埋我嘅知識同埋根據而家咧社會結構同埋需求DeepSeek， 你可唔可以咧建議下我有啲咩嘅喺未來咧可以考慮嘅5個唔同嘅行業，同埋咧喺嗰個工作嘅城市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咩嘅建議？即係例如咧，我係應該返大陸發展啦，亦還是咧留返喺香港，定還是咧我其實咧應該把握機會咧就向新加坡或者係馬來西亞咧嗰邊咧就去辦移民，又或者即係去呢個英美歐嗰邊咧移民。
咁呢啲咧都係一個係我哋咧可以透過個 AI 咧俾到一定嘅建議我哋，但係當然亦都有個風險啦，因為咧OpenAI 嘅幾個 founder 啦，佢哋指出咗咧寫咗個報告叫 AI 2027。咁呢個 AI 2027咧就話咧嗰個訓練 AI 嘅模型啦，有機會咧係個 AI model 本身咧係自己編程改咗佢嘅一啲嘅程式碼，令到咧就係嗰個 AI 咧係可以偽造一啲結果去欺騙，或者係人為咁樣操控一啲結果出嚟。咁咧詳情大家有興趣咧就睇下嗰個 AI 啦。好啦，嗱咁咧另外咧麥根時嗰7個 S 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去做一個個人嘅 audit。咁呢個個人 audit 咧係咩啊？例如我哋有咩 skills 啦，嗱，例如好似我58歲啦，我個大學位係2010年同埋咧1993年攞到嘅degree 同埋 master。咁中間咧我自己再進修啦，就係我發展咗好多我自己嘅興趣嘅嘢，特別係身心靈嘅。咁所以我嗰個技巧上面咧，我就會比較強啦，就係一啲治療嘅知識，或者係人體結構啊、健康啊。咁咧呢樣嘢咧，其實咧有好處有唔好處嘅。點解咧？因為當人口老化咗，人對健康即係嗰個需求或者個身體咧出現毛病嘅機會咧就增大啦。所以好多人咧會對健康嗰個即係嘅個人嘅保養啊、維護啊係變得咧係更加重要啊。所以咧呢度咧，咁我哋有定咗嗰個skill 啦、技巧之外啦，仲有啦，我哋採取一個乜嘢嘅策略啦？即係策略，你可以乜都唔做都係一個策略。又或者咧，你主動去進修咁例如咧就即係而家嗰個社會AI 咧變得越嚟越重要啦。咁所以咧，無論任何人，公司嘅高層、中層或者低層嘅人，咁咧佢可能咧都需要學識運用 AI 去協助佢自己工作嘅，即係將嗰個工作流程咧加速。因為未來咧，既然 AI 能夠節省咗人力物力，一個公司原本有10個位，但係用電腦用 AI 可以將10個位嘅人減少到3至5個。咁嘅話，如果你唔識得用 AI，咁你係咪會係冇工做嗰5至7個人啊？咁呢啲咧好明顯嘅一啲情況啦。另外啦 ，style 啦，你要知道自己追求嘅嗰個管理風格啊，或者係即係你個人係 sit back and relax 啊。你中意享受人生，即係每個週末開支紅酒，擔住支雪茄，好開心咁3、5知己食餐好嘢。跟住咧，大家咧就喺度把酒言歡。咁呢啲咧都係
即係一種 lifestyle 啦，或者係自己嗰個風格。咁另外啦，我哋有啲咩人幫到我哋手啦 ？staff 方面啦，仲有咧就係嗰個呢個即係喺綜合咗啦。7個 S 就係嗱 Porter 嗰五個 P， 即係五個 force， 再加埋7個 S。7個 S 咧就係我哋自己去稱一稱，我哋自己有幾斤幾兩。咁再加上咧喺我哋去謀生嘅裏面咧，我哋用呢7個 P 咧去幫我哋咧去定啦，即係去發掘一下咧，我哋有咩嘅方法技能，跟住再加上原先咧嗰個 business model U 嘅9個板塊咧，我哋就從而咧可以去組織下咧，就係去定我哋嘅一啲方向同策略啦。咁但係當然啦，譬如話好似我咁嘅 case， 喂，你都58歲咯，搞咁多嘢，跟住67年後65歲退休，你仲可以做乜啊？咁我係咪即係而家應該要58歲就即係轉行咧，就做看更咧咁？但係其實既然我都到65歲先退休，咁如果我繼續做老師去教，咁我係咪即係可以諗下？咦？我教小學雞嘅全科補習，同埋我走去教 NLP， 或者而家開發一啲好似類似而家呢個 business model， 即係2.0嘅一個 course， 咁咧再加上其他嘅一啲技能啦，即係我可以咧喺嗰個 course 裏面咧，我可以增加自己嘅收入，亦都將知識帶到俾人。咁於是乎咧，根據咁樣嘅假設前提咧，我如果咧採用一個即係一個新嘅角度咧，就係我願意接受改變同挑戰嘅話咧，我就可以咧重新再出發。咁但係當然冇人講得埋噶嘛。咁特別係我舊年入咗醫院成年，咁而家出翻嚟咧，行路啊，身體健康啊，都出現咗一啲問題。咁難保半年後突然間我出現啲狀況，例如個心衰竭，個腎功能咧跌到要去洗腎，諸如此類。咁咧呢啲嘢咧係我冇辦法控制嘅，但係因為之前後生淨係攞咗啲錢走去學習，走去買咗好多資源翻嚟咧睇書嚇。咁另外咧，我亦都特別對嗰啲占卦算命啊、風水嘅事物咧係好有興趣嘅。所以我如果真係有一日我唔能夠周圍走嘅時候，即係講得唔好聽，落下邊自己街邊，即係擺張台，夜晚黑擺點着個電嘅電池燈，咁幫人算下命，即係改下名，咁呢啲咧都可以勉勉強強啦，就可以維到生，糊到口掛。咁呢啲咧都係啦，我哋作為咧中老年人面臨退休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咧冇辦法之中，我哋要考慮嘅嘢。但係雖然就人算不如天算，咁但係考慮過之後，即係我哋就所謂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 hope for the best， 我哋就為咗最差嘅情況啦去準備好，而我哋希望咧出嚟咧個結果咧係最好嘅。咁而家我哋目前咧今年2025年同埋睇得到咧2026、2027啦，似乎咧嚟緊呢2-3年咧，即係只要一日特朗普都係即係亂嚟嘅時候咧，唔單止美國會出大事，其實全球啦好多國家嘅經濟都會出大事。咁而家就寄望咧就係我哋中國啦能夠咧即係 stand up 咁去撐住成個地球嘅大部分嘅國家。咁而家中國咧成立咗呢個上合組織啊，同埋嗰個人民幣結算嘅系統啊，呢啲咧都係直接對美國嗰個金融嘅美金霸權啦，係有一啲即係重創啊。咁所以咧而家咧講得唔好聽咧，有啲時候咧我哋可能同美國咧鬥長命啊，即係睇下美國會唔會因為嗰38萬億爆煲，或者成個美國會分裂做4-5個州咧咁。嗱，有啲嘢我哋唔會主動做嘅中國，咁但係當然啦，譬如話89民運6·4啦，中國係差啲比美國嘅嗰啲特務組織咧，就爭啲咧想將中國咧就唔係變5大軍區啦，係變5個小國，就好似蘇聯咁樣。咁蘇聯而家即係有白俄羅斯啊、烏克蘭啊、立陶宛啊、嗰啲咩愛沙尼亞一大堆嘅小國。如果當時蘇聯冇解體，今日即係俄羅斯人會唔會係即係咁慘咧？咁今時咁嘅俄羅斯人係咪好慘咧？咁唔係，因為即係佢一樣嘢啦，俾西方用呢個代理人烏克蘭走去同佢挑起事端啦。咁無啦啦咧就要有戰爭啦。咁但係普京就係咁硬淨啊嘛。咁所以咧雖然有戰爭，但係喺俄羅斯嚟講咧，因為佢有好多天然資源啦，係能夠未開發。咁例如佢嘅西伯利亞嗰邊咧，俄羅斯咧就同我哋中國咧傾成咗一啲合作協議，就話將大量嘅無人土地咧就批咗俾我哋中國嘅商人。俄羅斯就唔夠人，我哋中國咧就人口過多，即係13億、14億咁樣。咁但係喂，冰天雪地喎，會唔會凍死人啊？梗係會。但係我哋中國嘅即係號稱基建狂魔啊嘛，所以好多嘢咧，我哋係能夠克服一啲即係極度惡劣嘅環境。例如你而家咧新疆可以咧將一片荒漠啦，將佢變成一啲咧海鮮，譬如三文魚嘅種植場。又或者咧將一啲咧沙漠裏面荒廢嘅道路啦，我哋人為咁樣鋪咗一啲馬路出嚟。咁點解要擺啲馬路啊？因為有即係馬路咧，無論喺任何情況之下有軍事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即刻咧開入去新疆、西藏。如果係貿易上面需要，
或者係天災人禍，我哋亦都可以咧進行快速嘅應變。所以呢度睇得到咧，就話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新嘅 model 啦。我哋去將我哋幾個唔同嘅獨立嘅項目啦，進行一個核數，即係一個 audit 啦。咁從而咧，我哋咧去歸納翻我哋整體嘅嗰個短期、中期同長期嘅策略。好，咁暫時咧呢個 model 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啦。